開 E-XE 能直接跳到舊嘅虛擬機，不過冇任何提示或者安裝。但我發現訪達入邊能夠顯示新的虛擬機，但冇顯示舊嘅虛擬機。你要將聽我讀埋先。新的有顯示網絡位置，舊的冇。查了話冇共享，不過該共享的都設置了。你就話要等我幫你撳。講你要將舊嘅虛擬機刪咗佢之後，再打開 ESG， 之後佢先至會跳到去新嘅虛擬機㗎嘛。咁樣打開啊，佢會提示你共享，之後你選全部共享就得㗎啦。舊嗰個你先至去垃圾桶先啦，唔得嘅話最完全刪咗佢啦。咁樣你再重啟下之後，再打開 ESG 嘛，即係Mac 重啟啊。3.7公里內有多個 ETC 機被拍照。呢佢有一隻發前方經過橋梁，請小心駕駛。佢話呢個我知道，我原嚟意思係想睇睇舊嘅能不能再挽救，新的仲要裝貓 VS 之類嘅。我而家喺度備份完我就先用新的一段時間，舊的遲啲我再刪。新的虛擬機可以正常用的。你話講吧。你挽救嚟挽救去到好浪費時間啊！有時候啲嘢好奇妙嘅話，可能會救好耐啊。就不如直接裝個新嘅算啦。又話呢個新咩又話咩導航啊？哦，比姐500米處有不繫安全帶拍照。有啲熱啊，大哥，因為成日我度翻嚟安全帶保平安，小心被賠交罰款。使幫你喎？你幫我解佢。你唔好解住啦，你拉開啲簾都差唔多啦，好冇？咁熱啊！得。搞乜嘢呢？潛水好谷，教翻啲咩啊？白晝俾你。咩啊？啊？你中意你搞啊？你睇下，喂，你睇下茅台喺邊度嘅？係咪喺呢度啊？嘛？唔知喎，你自己發消息俾佢。佢話好吧，新的係已經裝了，我把資料移過去新虛擬機先了，空間不足，先放一部分到移動硬盤了。經過高頻停車區，距離下個服務區還有40公里。啲路咁爛，高速路對大哥行，啲負客。符合社會主義喎。係啊。
右手邊呢個咩大廈？辣椒大廈咩？未租出去嘅，租。咁多。連華為自己人都唔翻落開公司嘅話，係咪？仲想外地人過落去咩？前方800米，接近高频停车扎区。心的那天。 600米内有多个压线牌照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保持主路行驶。哇！個服務站喎。咩？呢個加油站？係啊，服務站啊。夠大嘛？夠，有個司機喺度查。500米处有 ETC 计费拍照。500米处路右侧有限速110拍照。当前车速100，控制好速度，更帅气有风度。走左侧两车道，保持左侧主路行驶。注意右侧来车。前方经过桥梁，请小心驾驶。哇！睇下前面啲山，去江西嗰啲山啊，係咪？睇到啦。前方有多个应急车道抓拍。呢度開220公里。高德交通提供信息：前方 G75南海高速右侧车道占道时均15公里，请小心驾你又知道係駛。嗯直線？即係唔係直線，只係一條線嘛？呢種啊，哦。唔使自己去變道啊，係咪？係啊。一直開，但跟住啲線開。點啊？研究住宿啊？太辛苦啦，你講。將個車停到去即係明明以為喺1樓，其實係未有30樓喎。800米处有压线和限速110拍照。当前车速101。700米后进入小梁风压隧道。前方400全长200米，注意右侧变道车辆影响。
佢個高的嘅問題咧，今朝我大概7點鐘左右，唔係6點鐘定幾點鐘嘛？去睇佢導航嘛，即係你到達重慶已經係8點幾啦，8點幾咁肯定高峰期係嘛？佢都冇提示我行程啊。8點幾唔係啦，哦你話早上8係啊，點幾早上8點幾啊？我5點定6點睇下，5點應該，佢都冇提示行程嘅，傻傻地嘅。或者就好似同學講咁冇行。但係我查咗有條友喺小紅書講嘛，話關注嗰個咩重慶本地報啊嘛，之後你關注佢咪公眾號之後發個行程一樣嚟講嘅喎，早晚高峰期行程嘅喎，個重慶本地報應該唔會漏嘢係嘛？話都有咩6個朋友關注嚟講。即係你朋友仲有6個咩咯6個重慶嘅可能係。或者6個曾經到過重慶嘅。前方有多個应急车道抓拍。哇！好靚啊，右手邊嗰啲銀鈴啊。哦，呢一片。我發覺仲有一個大學同學又係咩嘅？又係重慶嘅，即係唔係同一個班嘅。 600米处限速110拍照，近期多人被拍。当前车速113，你已超速。控制好速度，更帅气有风度。
咪好似廣西咩生係嘛？嗰度有啲似。遠睇有啲似係嘛？嗯。不過嗰啲就咁樣尖啲又細啲。进入龙井隧道，全长1.2公里。出隧道后，限速80拍照。沿 G75兰海高速继续行驶198公里，共有6个服务区。前方有流动测速，限速100。当前车速105，你已超速。又話我超速，大哥，你有咩事？超速。呢啲山係咪似上隔離拉嗰啲啊？個咩跳虎俠？係啊，虎跳客係嘛？跳俠係啊，夾住係嘛？係啊，你見唔少見識多講嘅嗰啲啊。梗係當冇辦法啩，冇搣喎。大哥，睇下幾靚喎嗱，咩幾靚？左邊啊，注意前方有慢行車。山水畫大哥。前方容易有落石，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啊，虎跳客啊，大哥。哦，係啊，就是這種感覺咯。500米处路左侧有限速100拍照。当前车速95，开慢一点，更酷一点。前方落石高发区域。
山关隧道，全长2公里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那边是不是有的免费停车？就是如果住店的话。如果住店的话是可以提供免费停车的，但是需要自己预定，因为车位比较紧张，因为房间比较多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那我大概中午
2点鐘這樣子去到那還有位置嗎？您現在預定了嗎？還沒有預定。您是幾輛車呀？一輛車。往左側2車道。一輛車 SUV 還是小轎車呀？小轎車。您今天下午2點鐘到是吧？對。可以的，我這邊可以為您方便預留一下。你幫我留一個吧，謝謝。那我現在去。好的。好，謝謝啊。麻煩問一下，就是您的那個預訂員後面姓名叫什麼名字呢？我還沒有訂那個房間，我現在。您貴姓呀？我姓陳。陳是吧？好，謝謝。您看您方便留個電話嗎，女士？13560。13560。109。109。550。好的。好，謝謝啊。好，再見。拜拜。拜。即係嗰邊係停車困難咩？係啊。500米處有 ETC 計費拍照。前方800米接近筒子服務區。300米處要唔要落服務區呢？和限速100拍照。你要去啊？去唔去？你去唔去？我唔去。你做咩？當前車速想屙屎啊？想換我開啦。想除衫啫。去啊。下一個先啦。走左側2車道， 16、17保持主路行駛，全長1.7公里。琴晚你喺度住，不過差唔多都可以啦，80幾蚊係嘛？係啊，你喺呢度住，你唔去嗰啲市區啊？呢度算係另外一個縣啦，應該係縣嘅市區啦。都幾多高樓大廈咩係嘛？住宅㗎嘛，好似。搞到向尾嘛？搞咯。前8-3秒，睇下起唔燒樓啊，大哥！睇下，睇到。要加油啦！係啊，服務區咩？去到仲剩低80公里啊！
幾錢啊？120。武昌要120啊？係啊。咁飄。武昌咪好似上次去四川嗰個係咪都住咗啲壓積係咪？係啊。即係再揾個咩咁樣？但係佢有冇升級啊？你升級係去到先問嘅係咪？升級都有槍。有槍150幾啊，多30幾蚊雞。咁咪先買個升，係咪升級？唔肯升級咪淨係價錢咯。或者就主車啊。嚇？主車啦係嘛？咩主車？主車入邊。咁你車停邊度先得㗎？車停公園啊嘛。又停公園啊？先定呢個先。叫佢升級下，唔係嘅話價錢咯，冇辦法啦。係咪？你再睇下其他仲兩個鐘。600米內有多個限速100拍照，開慢一點，更酷一點。走左側兩車道，保持左側主路行駛。注意右側來車。涼風雅。前方2公里，經過涼風雅停車區。就係。即係重慶係住過最貴嘅酒店啦，係咪？七慶到依家啦，唔係最貴咩？係100幾蚊，因為停車都要25蚊，大概。太嬲啦！
係嘛？隧道。要㗎。前方连续急弯，请慢行。500米处，路左侧有限速80拍照。开慢一点，更护一点。前方有多个应急车道抓拍。800米后到达区间测速终点，平均车速68，限速80。咁啊，唔得我開啦。得啊，慢慢開啊，開慢啲。